那前电解法院院长李碧德洪指控讲，性骚扰查某会死，受害者伫6月底提出申诉。司法院展开性骚扰申辩会决议讲，申诉案成立，要移送法官评鉴委员会评鉴。那李碧德有发声明表示遗憾，受害者翁婿是批评李碧德讲伊到大拢毋捌认错或实地。涉嫌家查某会死性骚扰，前天解法院院长李碧德去用指控几啊届甲受害者拦，受害者挡袂牢提起申诉。经过司法院性骚扰申辩会各月月调查了后，只是评议性骚扰申诉案成立。里面总共有9位是我们的内部委员，另外因应本案这个社会高度瞩目，所以我们另外聘请了2位具备性平以及人权意识的女性学者专家来当外部委员，所以总共是11位。那男女的比例是4比7。评议结果是几票比几票，敢是全部拢同意。司法院讲，为了保护当事人的权益，袂当公开。不过已经移请法官评鉴委员会，只要评鉴阁成立，李碧德加做前任天解法院院长，甲这件性骚扰案件有牵连，恐惊会妨移送天解法院来审理。那个详细调查的结果，我们会请那个承审的那一组提出他们对于这个调查结果的说法。成立评鉴的话，再依法官法成立评鉴以后的一个处事方式，来审求适当的一个建议的方法。李碧德发声明表达遗憾，强调会以法律的管道提起救济到底。受害者因翁婿伫人面册指出，虽然对结果无意外，不过要是充分感谢，也若专案去用公开交代，拢无听到李碧德真心的忏悔甲实地。伊说目睭发白白，毋捌看过遮尔啊软只佮无体的人。毋若这一站，最近其他的所在嘛爆出其他性骚扰案件。接获民众报案，称其稍早于便利商店操作 ATM 时，遭陌生男子从背后环抱。警方接到报案，有一个查某囡仔伫咧桥上，向去互一个青婚的查甫人为后壁揽勒，佮甲摸尻川。目前已经通知嫌犯到案说明，专案向涉嫌犯强制触摸罪来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